怎么样？我在想，青青这些话，真的在念书啊？这是事业不大，我该委屈了。公子。令自己恭敬公子一杯。不必了解。可是两小之说，明日一早便要启程了。有事之匆匆，都是理政大人，定要别我长清赴考。说他务必先查登科，后小登科，对于总是未婚，后代无杀，方能背到成妻啊！正是其余之理，真要听得你哈，便可结为伉俪，至于一众人结亲，亦不至于误杀马成婚。好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也听你一份。我是害不管不乐意生气，寂寞天下把情不知太子也是为小鸟，来
小弟为归往去了。小弟。小弟，你还是为吧去吧。小弟。还待他尽了，再去不迟。
正上所对的。对，这边的莲花是雅琪非常人喜欢的花。夏天一到，那秋天也就不远了。哎，荷花刚刚盛开，你怎么就想起秋天来了？我喜欢秋天。哎呀，我倒也喜欢秋天。秋天大雁暖宫，哎，秋天荷花结丝。哎呀，二小弟，你怎么啦？陈年母亲上天是金香的怪，你是儿累儿到处去吧。哦。叮叮铃。小弟真好。好怎么样？我说见来你们一个个兴师动众，都不愿意跟我玩。弟弟，你到底怎么啦？绿花，看你气色，我太好啊！母亲，你看，怎么了？母亲，今天他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走出去了。哦，
花。母亲，这几个月来，看你精神觉得不知是何道理，可是身子不傻。母亲原没病哩。这没有病，陈爷，父亲，他去请医生来接儿，小姐治病。母亲，女儿不娘可你，回房歇歇片刻便为好的。慢，二嫂，你有什么心事，可要伸手讲来。为娘可是孤泪之人，你千万不要瞒我啊！母亲，讲啊！哎呀，不孝儿，对不起母亲，对不起弟。难道你真的做了大逆不道之事？杜居了。教女当红颜，谁知你上风大作带宝钱，你叫为娘红颜接你弟弟面。到那些做啥？驸马，你姑女儿家半夜三更到驸马，你这种伤风大作的，你就为娘怎么向你弟弟交代？小姐人，快我小姐人，快我打死你这个小姐人！哎呦，母亲！哎呦，母亲，六月哎，你妹妹她，母亲泄露女儿知道了。六月，你们这种宝姐妹平时无话不说，她在后头不骗你，你要与我好好问她。母亲，快为王歇歇吧。天哪！我不告诉弟弟，只告诉娘，与弟弟为你放于街场。
将生平，莫听分向爹爹交代。你在家中将无永生之地，万一那不走海不走海有众生处置你。弟弟，都是小妹不好，他是谁？啊，你快讲啊，他是谁？他本来是属于弟弟的神。凭着你他对我不管下听听，恰原来我与妹妹有私情。怎么？问起我来了，细细想来，
细细想嘞，细细想嘞，日子开花，秋风多子，杀日尽之花秋之。小七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李明吗？他那个毛病来刺我！啊呀呀呀，小七呀！天子一字情，我有一心来红心，来自开花自生你来月早已起我心啊！不当女主私生，万望先生见谅。呀！3个月子不可勉强，遇到大当人士前人审问，先生居中对美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哎呀呀呀呀！大小弟你也是决定全部自卑，只有哎呀，你看，也真的不讲话了。小弟，哎呀，大小弟不好了！皇帝来信，夫妻间便要回来，老夫人难以交代，现在最大收入，你要带小弟动用家法。哎呀，他语云在身，反应。太爷，快给母亲塞下礼金，我马上去来。快来呀！张先生，妹妹委在当着眼下居人要。对，已经背的是小居人是他，府中都是女流之辈，再来相聚于他。只有先生，我，对，我是他的先生，怎能见死不拒啊？看来妹妹已走投无路，只有拜托先生你。好，以后我能做些什么？只要报到母子的爱，只有请你带妹妹回家去吧。我，小先生，你在他是谁？你不在我当什么？我求你了。哎呀，别吧，只要你心里明白，我自古不能理解你的妹妹的一片。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老夫人啊，总是轻生过做不要意思。小的嘛，我小夫人早就把这气心内容。
中伸手去刺，一起去死！哎呀，老夫人，儿小心！你们回来，小心啊，儿小心！老夫人，儿小心，老夫人！老夫人啊，你为是娘母，娘母被儿小姐到乡下暂避一阵，这可小女富贵与你何过？哎呀呀，母女这等啊！哎，不，哎呀呀呀！死了！二小姐，二小姐，老夫人，你为娘我带他回去吧。莫非是你不故意怀情？
老母鸡病啊，我还说阿爸家谁？先生啊，官人，娘子，哎呦，那你娘子也不见面，那可怎么想起来的？是呀，轻轻爷爷讲两句，哎呀，咱们去呀。泪花，你身子可好？都在伯伯细心照料，母子平安无事。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，母亲辛苦了。哎呦，皇上，辛苦的啥？自家个媳妇，自家个孙子，我老太婆啊，高兴就来不及。母亲，儿来得两报平安，一报孝敬母亲，外约一报嘛。母亲，才就是心要紧啊！先生啊，来，先生啊，快来宝宝弄自家的东方米粉。哎呀，自家的亲生米子，我从家去拿弄进来。先生啊，我看说你想啥人啊？这真的这封信里，想他母亲。哎，我看啊，还是想我嘛。伯伯，我看的孩子谁报去见娘娘？这么辛苦了，我马上就考起来了呀！来，行啊，我是娘娘的婆婆，问对，那孙子的婆婆啊，还是问对个行吧？真是想娘娘，今日帮忙讲好喜。婆婆，哎呀，好，先生啊，来，先生啊，说您生得刚好，给取个名字啊。这孩子不知该姓什么啊？这真是晃弄着头了。龙先生，儿姓张。哎，龙先生，我说你自然是姓张了，是啊，伯伯，让他好好想想嘛。是要好好的想一想。那连自家姓啥都不晓得的，这真是晃弄着头。伯伯，我去给他找你啥嘞？我去，哎呀，我去。哎，听说我上进去把这小菜来，有请客人啊！哦，吃红蛋菜。我去，哎呀，我
老夫人一把手挡得我满肚火，要发火难发火，自己的药水要保护，我是当个门牙肚里